会地呢，咱一届拢等足侪人来甲咱拍扑啊哟！这首歌，忙等等，等候时间到的时候，拍开着115的频道，哎对，来收看本节目。对，义大破歌声。好，安尼我来看嘛，今仔等到是什么人？较早吼，较早，坤生哥哥，咱的永顺大哥。梅香姐姐、调音大哥哈，来文良大哥好，文川大哥、芙蓉姐、邱金寿啊、秀仁大哥、徐爸爸、徐妈妈啊，咱的贵清大哥啊，贵清大哥好，木火大哥、隆中大哥啊，过来木火大哥哈，来谢谢杨美的蔡大哥，志玲，谢谢玉轩哦，来过来佳佳哦，秀峰哈，来感谢你默默的捧啊声，谢谢。忙啊忙，等啊等。这个生活的时阵呢，就敢若亲像伫咧拍戏，伫咧搬戏共款。
要有时阵真热热，哎，哦，要有感人的啦。对啊，但是像这个呢，主角演得好呢，哦，上介重要的，嗯哼，就是像这个镜头袂使迷糊啊，哦，镜镜头头袂使雾煞煞啦，模糊嘿看袂清楚。对啊，哦，啊那安尼就失过去啊。是啊，会都敢若吼，老师啊，咱即个做节目，互咱观众朋友看共款啦，吼是。阮咧导播镜头啦，掠了无好势的时阵，吼，也是讲会安尼细细，安尼我咧讲，安尼就是叫做无及咱这格嘛。导播一流的。对啊，赞吼啦，吼。啊，若歌唱者的时阵，头一句爱落去落去，吼，若落去落去的时嘿嘿阵，诶嘛是扣分扣真大。安尼吼，对吼，所以讲吼，老师咧讲的讲爱看会清楚，像我最近吼，眼睛清老师我楚，头壳清楚，去菜市啊真重要。然后菜市啊吼，啊要菜市啊啊，就6日我拢会去菜市啊买一个菜啊。吼哎呀啊，一个人吼，直直咧叫阿英啊阿英啊，直直甲叫，直直叫，直直叫。结果吼，伊啊叫足久，啊，因为我毋是叫阿英啊，我是芳玲啊。哦，伊佫毋甘愿，佫甲佫来佫甲拍一个讲阿英啊，我讲。我越过的时阵，伊才家己起歹势讲啊，歹势啊，认唔着人啊，可能吼，我即个背影啊，甲迄阿英啊，足像的啦。哦，所以讲吼，伊讲啊，歹势啊，目睭看无清楚，看无清楚，所以讲咧，咱这吼有当时啊，着啊看，尤其是即摆的人吼，足够骨手机啊，对无？啊，目睭吼，这视力愈来愈模糊去啊，就像安尼认唔着人啦。这现代人的心呢，大家吼，有时间的时阵吼，你看高铁啊，吼，拢伫咧顾咧手机啊。你今日坐火车、坐高铁拢共款买手机啊。是。3C 的看电视啦，包括追剧啦，连续剧做这啊，这一摆伫咧看拢2点钟呢。目睭的时阵呢，规工拢袂晓困。对。吼，啊有时阵就是会打啦，会即个涩啦，目睭咧涩哭哭安尼。对。包括看物件都无煞煞。哦。呀，即款的这注意呢，阴暗时啊，若讲出门开车，还是讲骑奥多摆，吼，若看到就这个闪光的时阵呢，哦，哇，啊，这整个的时阵，就这个危险的问题。会出国哦。吼，看到光的时，目睭真老老哦，目睭细度安尼，吼，啊是咧伤心啥？无啦，吼，都安尼吼，目睭的时阵已经都出现这个问题。老师你敢知？咱这目睭吼，如果你若伤过忝的时阵，是。哦，伤过安尼酸涩啦，我咧讲哦，牵直牵吼，牵到阿妈棍筋即个所在，拢牵神经啦，神经规个头壳的神，包括鬓边有的人有无？目睭伫咧涩的时阵呢，对即搭做这样，这个吼，这个目，这个鼻孔像这个所在，吼，安尼念，安尼，吼，啊目睭直咧揉，啊甚至这个鬢边的时阵，就安尼，感觉安尼，涩叫，吼，涩叫，这牵对这个颔棍筋。吼，牵对像这阿妈棍，还甲这个肩胛头，拢总会感觉讲像安尼真定，吼，拢会感觉咧真暗啦。对，都感觉真像呢，一台像这个无用的这个电视共款。这个画面袂稳定，时时涩，是，包括声音的时，有当时啊嘛会大细安尼。对啦。吼，所以讲呢，啊，咱像这个爱将咱这两类，甲顾好。对。哦。啊，像这个身体甲顾好，该补的，是，该注意的，吼，嘛爱甲补咧安尼。对啊，该放轻松的时，绝对唔通拖。对。吼，安尼真正袂讲像这一个忝嘛，吼，真久的时阵，规身拢歹了去。有影哦，人不可以太累哦，吼，唔是目睭忝尔，你的身躯嘛是共款，你随时要讲爱真轻松，要放松。哦，啊，你若是正经吼，像讲老师讲安尼忝啦，目睭酸涩啦，啊阿妈棍牵位阿妈棍筋来啊，这安尼肩胛头拢会反暗，我咧讲吼，就是要叫你休息。一种信号啦，对啦，爱保养啊，吼，希望大家嘿，拢总会这两类拢看甲清清楚楚。是啊，吼，啊看真着就这世间的美景安尼，吼，伫咧震动的时阵呢，目睭看无的时阵会危险呢，爱像这行会稳，爱徛会稳。活出着家己，你讲老师安尼，你讲吼，有当时啊吼，人袂使伤靠势、伤自信，像昨天的好啊，哦，我老卡吼，最近就是安怎，迄去年种的那个
荷花啦、莲花啦，哦，哇，今年就开始这个时间，春天就开始咧吐红啊，对不？哦，叶啊就发出来。红春发芽。哇，我来讲哦，迄本地种一丛尔哦，今年拖足多，啊，咱就是讲好啊，来甲分装一下，甲分株啦，就是讲吼，一盆要甲当做。佮甲变2盆3盆安尼吼，啊盆啊嘛买转来，你知无？知啦，嘿来改搬啦，对。嘿，我感觉谢小姐你本身的时阵就种个莲花芦草，莲花芦草，所以讲你有这植物人。唔是啦，那我叫做绿手指啦，好无？绿手指。嘿啊，绿手指啊，朋友拢讲我绿手指啊，真正我种的物件拢会足水的吼。啊，讲到这啊樟咧。樟吼，咱是讲要甲搬煞，你若咱咧种迄睡莲啊好啊，荷花下底有一寡蚕土嘛，啊，咱水时咧甲倒掉了吼，迄蚕土吼，我足大盆的吼。粗以哦，啊，这吼要甲内开迄个啊，吼，哎呀啦，无张无当吼，甲樟安尼差不多2点钟久了，工课做好的时阵又搁怪怪啊，哦，所以讲观众朋友啊，厝内底这项袂使无的哈。你若马上钓到的时阵吼，你要马上甲打落去。第一时间。第一时间大概差8点钟很重要，很重要吼。就甲你解读这个状况。我咧讲哦，昨有迄个吼，我感觉就真正足食力的吼。甲差不多2点钟久了，它就是开始在肿胀了。啊，肿胀的时阵，你感觉讲你摕物件的时阵，伊就开始发炎嘛。你摕物件的时阵，就是怪怪起啊，对无？打落去，马上较紧。我回上楼的时候，洗完澡以后马上打。今天你看嘛，活动力都足好呀。但是呢，今仔嘛爱搁打一摆哈。有的观众朋友，你厝内底若有即种的，吼打的这啊，你会记得，你感觉讲啊，你都转啦，靠着弄着转这啊，感觉怪怪。打开了后疏松啊，对无？我希望你搁加打一摆啊，安尼呢，伊就拢总敢若转进去共款，你知影无？我知，我感想真深嘛。你甲看我带一块瓜的时阵吼，今日手后开用这个力，对无？多几多百个呢？一首歌就几多百个呢？啊，头前的时阵嘛爱练呢。哦，有当时啊，我若有当唱啊突出去啊，我讲3工若无溜就爬上唱。是哦。拢总爱复习一下。对啦。哦，咱的职业咱嘛咱的水准啦。是啊。哦，你袂使讲凊彩单大咧乱下乱走。对不？观众朋友拢听有的呢。是啊。好来，谢谢咱的金凤姐啊，王爸爸、玉山哦，哇，恁的捧我声，玉轩嘛上线哈，谢谢恁的捧我声哈。来，准备要来点歌咯。今仔日安排6首歌曲，头一首《恋》。初恋甲你来熟悉，热恋3冬到顶礼拜，失恋才知心悲哀，痴恋等你倒转来。来，第2首歌曲《梦中情》。我已经慢慢惯习孤单过日子，我已经做好准备，回来为难你。来第3首歌曲哦，《痴情花》。痴情花。酒一杯，搁一杯。痴情花。来第4首歌曲哦，是咱这个朱苗心。世间所有的妈妈。亲像那折起一半。来，第5首歌曲《感情》。既然你我相会，何必讲出客气话？谈着今夜做伙，想就搁再干一杯。
今仔上尾的一首哈，车站。无情的喇叭声音，声啊声重，我台边依然写心所爱的人。车站。好来，以上6首歌曲，甲咱观众朋友准备，咱来做互动哦。来，卡头前的专线电话8326-317。8326-317。哎，中华关系直播，我关系加控诉哈，蓝雨姐姐、徐妈妈进线咯。为着心爱你一人。水长吹配满行，爱到这日惜别的鱼竿。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就说：哎，你好。4跟6，谢谢。4跟6，蓝雨姐姐哈，好的，我下开哈，谢谢。哎，你好，徐妈妈。啊。哦 ，Hello。水哦。今天第啊。三问哦。你哎，我点。你看出来呢？第1首甲第3首。第1首甲第3首哦。请这首叫《五色鸟》。第3首。红色的编辑哈。喂，你好。哎，你好，坤先哥哥。3跟5。3跟5哦。3跟5。好的，没问题哦哈。好，谢谢，平安。哎，你好。嘿，我要干一杯。干一杯啊！啊，你倒位啊？我迄个桃园美珠。美珠姐哦。美珠姐姐你好。哦，我下开哈。你好，大家好。好，啊，大家讲收看啊，谢谢你啊。大家看。哦，头一届敲电来开点歌啦哈。大家看，这变成真水真水的珍珠，有做美珠啦。来哦，顺天哥哥。两位主持人午安，我在听第4首跟第5首。安尼哦，好的，谢谢我们的顺天哥哥哦哈，平安，谢谢你。哎，咱这段时间吼，拢总邀请咱侪观众朋友，你只要有咧看阮的节目，就像咱拄只，吼，美珠姐伊头一届敲电话开哦，吼，住桃园这啊，吼，来，拢总欢迎你，只要有咧看阮的节目，拢总欢迎敲咱头前的专线电话来8326-317。8326-317，啊，我咧讲这现场的哈，啊，中华关市就直播，外关市加一个控诉。你像讲今仔日哦，迄歌，迄逐首嘛，拢总足好听的哦。喂，你好，新年大哥。喂，恭喜发年哦！我第1、第5乱甲干一杯。安尼哦。哦，搁干一杯咧哦。我来信心大哥吼，啊，我写开哈。哎，你好，猫虎大哥。人中情。安尼，甲慈母心。哦好哦，慈母心啊哈。好的，谢谢咱的茂虎嫂哦，感谢，谢谢。喂，你好。喂，我叫这啊。哎，干一杯甲车站。安尼哦，我写开哈，谢谢我叫这哦，哈，平安。哎，你好，美小姐，秀梅姐，秀梅姐你好。林秀梅。啊，那无声，换你啊呢，住户口呢，哎来哦，秀梅姐姐，你有听无？口来，要听倒一首。小姐，哦，迄个市政会啦，小姐，我问一下哈。来，啊，你线卡甲你问吼，线卡小姐哦，嘿，来，这是咱的秀梅，谢谢。好来，老师先来安排一首或者干一杯。喂，你好，美珠姐姐。喂，嗨，美珠。你好，两位好。嘿嘿嘿。我拢有在看恁的节目啦。安尼吼。啊，今仔想要听倒一首？啊，我想讲，迄个第2首啦。梦中情啦。好的，没问题哈。好，我下台哦嘿。好，谢谢啊。感谢。玉山。嗨。帅哥美女哦，平安，平安了哈，来慈母心，好，郑大嫂了哈，好，我下凯哦嘿，好，谢谢你，谢谢，哎你好，国威，
我点第一首、第二首。第一首跟二首，哦，好，我练练。好。软梦中情。软软哦，我写开哈，咱是国威啦哈，哎好，谢谢。啊，你好，训练者。你好，哦，阿姐哦，要听倒一首？第二甲第三，第二甲第三。望中好的，情写。开哈。哦，我的写你嘛改紧哦。好，来哦，美丽姐，喂，美丽姐你好，嘿，啊来等下补，要点歌哈，来一个哦，服务，好来，要倒一首。唔是要点歌啦，哦，安尼哦，要刷卡哟。安尼我咧讲，唔是，啊来阿姐，来倒接者，倒接者，哇，咱观众朋友来，11线先甲接开一下哈。喂，你好，金子姐姐。嗨，金子姐你好。金子阿姐，你要听倒一首歌？爱听电话内面的声音，来，金子阿姐，你要听倒一首歌？要找芳龄啦。哦，安尼吼，安尼我等下刷卡甲你服务哦，吼。好，等下刷卡甲你服务哦，你等我哦，吼，来。来哦，啊，今仔咱这个好早的哈，来老师等一下，16线刷卡接落去哦，哈。喂，你好，陈妈妈。喂，陈妈妈你好，嘿。小妮，你甲我调子不要听，啊，赶紧背，哎呀，阮这老咧滚滚哦，这10个老咧滚滚哦，真的哈，大家。哦，这长哦，好，谢谢。老咧滚滚哦，我咧讲，今仔日财神爷生日啦是，嘿啦，所以讲大家拢做老咧，大家拢做老咧咧，吼，拢咧拜拜啊，吼。啊，今仔个拢15吼，啊来哦，月珠姐你好。哎，我要头一条，好，啊第四，软安尼哦，第2甲第4吼。哎哦，我珠姐啊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叶大姐，喂，叶大姐要听到一首歌。第四首，第四是自无心，好的，没问题哈。好，谢谢叶大姐哦哈，平安，来哟。喂，你好，丽玉姐。喂，哎，丽娇姐你好，嘿，要听到一首？第4条、第5条，第安尼哦。四条好，自无心。好的，没问题哦哈。背。好的，谢谢你哦，平安谢谢。好，我们来再来接一个哈，来，喂喂，哎，家长喂，喂，你好，我选车站，车站啦，车站，啊，你拄则已经点过啊？没有。哦，对啦，你拄则有点2首啊啦，吼。哎哦，好，好谢谢好，谢谢哈。来，谢谢，今麦准备来安排老师赶快是你首或者干一杯最多了，搁说的是主标心哦。来一首干一杯，来你就这啊，坤星哥哥、顺天大哥、新年大哥、外交姐、陈妈妈、李姚阿姐，哎，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干一杯，干一杯。既然你我相会，不必讲出客的机话，盼着今夜做伙。烧酒搁再干一杯，朋友来干一杯，干一杯，嘿嘿，真勇来饮，互伊嘛西嘛西。有啥困难袂当解决的问题，暂时莫想遐多。酒醉不知天也地。看开人生的一切。干一杯，干一杯。既然你我相会，讲出客的机话。今夜做伙，烧一个再干一杯。朋友来干一杯，干一杯，嘿嘿，真勇来饮，互伊嘛西嘛西。无论有啥物困难袂当解决的问题，暂时莫想遐多。酒醉。
在天涯地，花开人生的一切。干一杯，干一杯，尽量来领会嘛西嘛西。有啥物困难袂当解决的问题，暂时莫想遐多。酒醉不知天涯地，花开人生的一切。干一杯，搁加挂一打来咧。我都唔相信你遐老啉。看来其实代表我的热情啦，去遐财神爷公。哦，伊嘛唔使你。下要来祝寿。哦，对无？对。所以我请大家啉。安尼欢喜的酒，是水啦。啉着发财的酒。对，好来，讲甲正吼，哦，一首歌曲，这首真济人点，等下还佫准备一首《朱标心》嘛吼。来，即马要来进行第二阶段哈，速吼，今仔真济咱观众朋友休困时间哦，今仔是周末嘛，哦，周末礼拜六嘛吼。啊，真侪时段啊，人芳啊，即个时间拢来看咱的节目。来，咱准备哈，事先若有伫的时阵，今仔叫伊同齐来摇歌。哦，摇歌咧，要送你啥物？来，哦，即支筋膜枪。哦，拄则有讲过吼，讲如果若会酸抽疼会麻，哦，毋是打尔，你要打进前咧，你会当甲这，哦，甲推的筋膜枪，将这筋按的时阵哦，甲推哦开了后，啊，像这吼，这打落。安尼我咧讲，真正是一笔一中的啦。对啦，这内功兼外用的，真正哦，尤其是咱这支筋膜枪吼，已经升级版来到，这是算是应该是第4代了吼，第4代伊的探头吼，以前干那一粒探头尔，就是这粒吼，就安尼围头用到尾，但是伊即马探头已经加5种出来啊，包括讲吼，咱这较要深层的筋哦，像这阿妈滚筋啦。边啦，较深的啦，迄个气路袂过。对，我就是爱用这种的吼。这支啊1万外块。对，啊另外吼，佫有安尼，佫有阿妈滚筋这个所在，哦，伊拄安尼一旁啊都抓落。大葡萄往甲食指安尼。哦，好安尼抓，安尼抓，安尼就够震动安尼。我咧讲哦，而且呢，这条叫做啥物？这条叫做热敷。热敷也烧，嘿，也烧，佮翕会烧哦吼。啊，这粒呢叫做冰岛。嘿，伊这是适合讲吼，会安尼，互你安尼凉，嘿，互冰岛，嘿，对吼，真济啦吼，探头真济种，啊，这粒是专门，你若是这个筋膜吼，筋吼，咱这肌肉内底伫咧发炎的时阵吼，伊较平，但是你着豆豆甲伊推，豆豆甲伊推，但是用震动，对，用震动的，啊，这粒啊，你可乱的艺术就对啦。啊，我咧讲吼，这已经这安尼，啊，是去到哪边？无咧卖啦，看那无咧卖啦。哎，你看嘛，这会老师嘛爱我讲的清楚。你做你讲啦，我咧做效果啦。哦，安尼哦，我是讲你甲我吹。来，这吼是6段式的，所以讲咱若讲观众朋友，你会当哦用你家己扎你家己啦哈。啊，你讲无线的，这充电的，用个手机充电就好啊吼，足理想。一组，拄则老师问我讲啊，要卖偌少？啊，无卖啊，要送的。吼，你今仔来邀歌，嘿，都有可能将咱这个甲摕倒转去哦，筋膜枪。今日要来唱出一个蔡琴，是哦。去甲香港红磡的时看看伊唱2底歌，爱偌济，爱超过8000啊！来，我来唱伊的歌。哦。3字。在时段真艰苦，偏偏行入时段路。
知小酒袂解手，偏偏啉酒来舔手。看人相亲甲相爱，见相亲目屎。啥人会在人心内，只有对花所悲哀。在路线只因离开，偏偏乎你偏在，仍在黑暗的世界，偏偏行对一路来，看见乌蝶的相随。孤单上客气，亲像花蕊蕊花枝，何时才会相对？这首歌曲叫做啥物名？来哦，今仔日中奖几率很高哦，目前才收6个人快呢。点的，安尼哦，这个歌好听呢。是啊。你敢无感觉？对啊，真好听。对吧来啦，我恁讲啦。恋爱成功真等下少，吼老师啊拢失败。对啊，所以讲呢，变成啥？变成可怜。哦伊一块歌。好啦，安尼安尼讲足清楚的啦吼。等下这首较紧啦，这首歌应该是那这首歌国语的呢。 10个开10个拢会晓用，我觉得啦哈。来，等下这首是国语歌哦，4个字60年代的哦，4个字哦，嘿，这个来真好听，的哎，歌雅珠姐，哎，那安尼就对啊，安静看啦哈。我下开啊，嘿，谢谢我们的。会唱的跟着大家一起唱4个字。哎，什么歌？多少的往事已难追忆，多少的恩怨已随风而逝，两个世界继续自谜，记在离散与数不相思。这天上人间可能相聚，听那杜鹃在路中倾听，不如归去，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多少的往事已难追忆，多少的恩怨已随风而逝，两个世界继续自谜，记在离散已数相思。
来谢谢。我即摆很主持，要来甲造一底热门的音乐了后，要来甲公布答案。不如归去啦，不是不如归去哦。是不如归去的，不如归去的时阵要哪唱？来，什么东西宕机？啊？我。啊，伊有电视台拢无哦，啊，摕互伊传播迄个有哦，交互伊播迄个就是啊。啊好啊，我来。刚才宕机，那没办法，吼。那咱即摆就是个收集一下先的，继续。哦，又唔对，无要紧啦。喂，好来，你宣布答案。头前这首歌曲。嗨。明知是恋情艰苦。行入是恋路，这首歌叫做《苦恋歌》。苦恋歌。恭喜咱幼潮的时阵，吼，迄个人气吼。多少的往事已难追忆，这首歌叫做《庭院深深》吼，也不如归去的时阵是咧唱的。不想。再爱你，不如与你不如归去。无共啦吼。无共。好来。你懂啊？会去后边就啊，做这个啊不。尾啊迄句。
上尾啊遐。不如归归去去啊，做叫拖去的对，我说不如归去。好来，今仔日吼，其实到尾的时阵吼，嘛，观众朋友吼，庭院深深真侪人摇着我啦吼。好来，我先甲收起来哦，咱的老师来安排下一首歌曲哦，伫遮呢，感谢咱观众朋友哦吼，谢谢你的互动。我即马要来进一段广告时间哦，今仔广告呢，观众朋友你爱当做厝内底家庭必备的。厝内底有需要，就像爱放林安尼好，爱甲客者的时阵，随时随刻大人囡仔拢总用会着哦吼。好来进广告咯。来，今仔要甲咱介绍就是咱的贴布。哦，蜂胶贴布啦哈，咱的这内底毋是干那蜂胶尔，当然内底有精油、蜂胶、弯切外线，啊，搁有咱这个，尤其是咱观众朋友，你即马摕到的吼，你若有买着，你就知影讲，哎呦，芳玲啊，你这大布甲腰部无共咧，腰部会着油漆，我的大布你安怎搭？你去透早甲搭到暗要洗身躯的时阵，我跟你讲，你绝对袂着油漆，爱偌好用。靠着、弄着、扭着、绊着，剩袂直的，吼，退腿的，甚至你运动了后，哇，安尼规个迄这个安动动安尼吼，定定对无？甲搭落，差不多2点钟久了后，马上舒缓。啊，厝内底这种大布呢，上较我咧讲，你若去安钻着啦、弄着啦，这速度上紧，吼。迄有当时啊讲说啊，无较等一点吼，我真搭咧，搭咧吼啊，较晚咧吼，再来看医生。我咧讲啊，搭咧半点钟久就好去，就免去看医生啊咧。啊，无随反动哦。啊，对吼，所以讲这搭落的时阵吼，马上伊这精油甲渗透入去的时阵，吼，豆就舒缓。观众朋友啊，咱内底有一种叫做矿石，吼，咱上生物科技将这磁石啊，弯切外线，弯切外线磁石呢，甲磨做粉了后。才咧，才甲印起嚟了后呢，一粒一粒，有无？你看到这一粒一粒，每一粒拢总是啦磁石，这个上生物科技上介厉害所在。无大紧哦，这呢一粒就等于咱厝内底，你有去买迄种吼，安尼迄大布安尼一条一放咧，搭咧时阵讲个种吼，敢若咱这内底有这经脉对无哈？爱甲你疏通对无？伊这一粒就是等于，这内底拢总要甲300粒伫咧。啊，你会使安怎加咧？如果你有习惯讲做，我出门的时阵，阿妈滚筋啦，吼，筋甲头啦，还是讲这耳后拢有戴迄种的磁石的人，来我这就磁石啊嘛吼，你会听我甲教细细块啊，磁性项链的。嘿，甲教细细块啊的时阵吼，安尼就可以啊哈，唔免足大地大的哦，甲教安尼一块一块啊，吼。甚至你若要出去运动的时阵，出去行路的时阵，你会当安怎甲加做2块了，甲放咧鞋仔内底。哦，我咧讲哦，你会感觉讲今仔日行路加足轻快。肺路循环加足好。我咧讲哦，行规工的时阵，转来搁唔免惊会退腿。拢袂贴。就是遮尔厉害哈！来，日本伫咧卖的时阵，咱外销日本哈，外销日本哦，你注意看吼，阮这负离子的吼数值高达1200以上哦，等于你挂，我咧讲你搭一块，等于讲吼你挂2条迄哦，华人一条有这样3、4千块哈，咱就唔免。来，观众朋友啊，日本伫咧卖的时阵，一块安一盒啦哈，就爱600块，2盒的时阵就是爱1200块，你去日本敢有可能买2盒尔，对无？上无嘛爱买咧5、6盒转来对无？但是呢，2盒1200块的时阵，这是咱外销日本的。伫咱国内伫咧卖的时阵，我互咱观众朋友特别得优待哦吼。今仔日若甲咱出门交代的时阵，我互你买2盒1200块对无？是。来，我甲你加送，安尼搁加2盒互咱观众朋友哈。2同款甲你收1200块就好。买2盒送2盒，已经送2盒，有没有有？很便宜？但是有一寡时段讲说我来搭的时阵吼，都有当时亲戚朋友啦，厝边隔壁来咧艰苦，我拢会甲人分享，甲人分享，做好心，楼顶楼骹拢爱囥者，对无？来，你今仔电话若卡通的时阵，注意看哦。来，恁今仔电话卡通哈，我搁加码，搁再加送，买4盒还是一样1200，对不对？已经打对再加4盒，互咱观众朋友，安尼偌济啊？买4再加送4了哦，吼！赶快甲咱收
1200块就好。八压1200块。来，0800810800815181，我昨有甲恁讲过吼，我昨下晡时阵去救着了后哦，马上打的时阵马上就舒缓。电话小气啊！来，观众朋友，观众朋友，咱有大组的哦，有真侪时段讲吼，我要出面层的，因为咱这弯车外线，你若讲吼，一块一块甲出咧面层。面层甲厝开了后，等于你一顶面层10几万哈，人迄有专门去买远红外线、负离子迄种床，对不对？健康床一顶爱10几万。我跟你讲，你甲我买大组就好，大组当然就是8盒再加8盒，对不对？来8盒搁加8盒，安尼偌济啊？2400块。买大组的话，观众朋友啊，阮拢会搁加码。你今仔日若搁甲我买大组的时阵，我再。加送2盒，送大组的就是18盒哦，2400块哦。你敢知2400块若摕到等去的时阵，2400块若摕倒的时阵吼，你面床都拢出透透啊哈！啊，你毋是干那厝尔，你嘛会使用。如果你若是像讲今仔日放日安尼吼，你用过了后，会记了甲裂开，像讲吼做啊，我即地就好，我甲裂开了后，大地嘛好哈，啊你甲倒凹。甲倒凹开，倒凹开了后吼，咱遮但是毋是一个袋子封口袋对无？你甲落入去了后，甲放咧面床，甲放咧枕头骹，我甲你讲吼，你的面床甲你的枕头，拢总完全升级哦吼。来，我即摆开始要来接电话啊啦哈。喂，你好。喂。阿姐啊，你要大宝对无？嘿，对。啊，你大宝捌用过无？哇。嘿。捌咧。捌哦。好用啦，好，唔只会搁甲咱买吼。我买迄个8袋就好哦。好，无问题，我来下开哈。好，谢谢你，感谢咱的陈小姐啊哈。来大宝，若要买的观众朋友，你若讲吼头一届买，你都买细组就好，买4再加送4，1200块哈。日本家己当买2盒，咱今仔买8盒。你若是讲。你之前有买过来，我们今天推出大组的哦，大组的哈。你甲我买2组的时阵，我搁加送2盒，安多18盒哈，18盒。来，施小姐你好。喂，欢迎啦。哎呀，施小姐要一张哈？我唔是啦，我要黑安子。哦，你等我扫卡，甲你接落去啊吼。来，啊，这个刷卡吼，线下甲你接落去哈。喂，来哦，燕雀姐老师，你要打这电话哈。不好意思，我要走啦。啊，要一组吼，好，我下台啊哈。好，谢谢，感谢哈，来，感谢，谢谢哈。好，来，哎，秀兰姐。喂，哎，你好。秀兰姐呀，演红外。对啊，有啊，咱这是阮车外线哦。哎，四组的铁。好，我下开哈，谢谢哦哈，感谢，谢谢。好，当时来。后礼拜1啦。后礼拜再来。拜1若无到拜2哦嘿。好，谢谢，感谢。喂，你好，金月姐。请问一下，那个药布可以18号再帮我送1组小组的吗？可以哈，可以好，谢谢你。好，18号哦哈。嘿，18号。可以18号到哈。好，可以的。谢谢你。我咧讲吼，观众朋友，你若是讲啊，你要特别交代，你就像拄则咱这个吼啊，金月姐安尼吼，你有特别讲或者当时啊，咱拢会当配合你的时间，配合你的时间。乌鸟伫咧寄的时阵吼，有分早起时啊。早起时啊，就2点进前；下晡时啊，就是2点以后哦吼。你会使甲小姐讲啊，来金宝姐啊。小姐啊。金宝姐要大组啊，细组的？我买1组袂大摆啦。好，我讲绝对互你学啦。好，细组吼，好，我下开，谢谢哈，感谢。好，来哦，阮金宝姐啊吼，毋捌用过，你甲买细组的，吼，绝对袂着药漆的。你若讲吼踏落去时，尤其是你若是这2支脚伫咧哪？伫咧酸，伫咧艰苦的时阵，哎呦，安尼行路会软骹啦，不舒服啊！我跟你讲吼，你若要再讲我的大步偌尔厉害，你甲打1瓶就好啊。1瓶了后，等差不多40分，然后你去爬楼梯，你才会知讲，哇，原来这尔神奇着。这骹有打，到迄骹无打的时阵，是天差甲地哈，就是这尔厉害。而且观众朋友。我这唔是叫做药布，我这叫做大布。我内底有弯车外线，有矿石粉，无大个，佮有蜂胶，佮有精油哈，互你打开会舒服，而且呢无负担，
无药啊，无药的成分哈，所以讲连大巴肚都会当打，连囡仔都会使打，安尼了解无？来电话，互咱观众朋友来看哈，08008518100800815181，你若是讲要互你的厝、你的眠床升级的，你买大租了喂，你好，阿汉姐。喂，我咧讲吼。阿姐你好。我这边爱韩籍啦。好，好来，好，我写开嘿，好，5包。哎，对。好 ，OK， 好，谢谢，感谢，好。咱来，喂，你好。那广告时间是安尼啦，好，感谢咱观众朋友，我今仔日太济了哈，好，谢谢，感谢，来电话继续互咱观众朋友来。来，你好，0800851810080118，我讲就是这样厉害。观众朋友若打过了后，你搁去打别种，讲会降啦，会死啦，咱会绝对拢总袂哦吼。好来，谢谢大家哈。来，老师老师，你下线互小姐接嘛来，准备一首歌曲，你来做准备。感谢咱观众朋友来。老师若咧准备歌曲的时阵我来线卡甲恁斗接电话，因为即马电话拢总搁满线伫咧。我先来邀出着今仔日咱拄只观众朋友来邀歌着无来邀出一位观众朋友来。来，互恁接无嘿。来，你也准备来，王秀銮阿姐，秀銮姐，恭喜你哦！今仔日送你的是筋膜枪一组咱筋膜枪是一组6个探头的咧无共款的哈。好来，即马咧老师来安排倒一首歌。寺庙心。这首歌曲人客点的老师准备歌曲的时阵，来，这个时间我来线卡，较紧甲恁斗接电话，莫互恁等伤久哈。来听歌，寺庙心，有需要芳龄服务的电话头前这个节目专线也可以打哈，谢谢，来感谢，喂你好，嘿，感谢像这款物件咱讲实在伫咧做啥呢？伫做回馈。喂你好，嘿，迄足薄的啦，迄利润足薄的，但是嘛是要服务啊。安尼咱的观众朋友遮热心的这个支持。当然，咱就是呢，爱用着上界辛苦的系啊，你着讲一个头壳伫咧戆啦，颔棍筋伫咧酸啦，肩胛头顶啦，运动伤害靠着弄着乌青经血，即款的组织，你甲使用到倒位，好到倒位，会使讲是妙不可言，搁而且毋免惊着油漆，来，毋捌用过，你着必须做就好啦。用过了后，当中生活毋免甲你讲啦，大家嘛要买大组的，大组加两暗咧。寺庙心。垃圾稀一半，照着自己，照着光线，一生总是为行大。天气若热。
寒寒，半暝替咱加配单。你的苦心，阮嘛知影。你的假使，阮嘛有听。会打拼，阮会打拼，争取好名声。照出光线，一生总是为行大。天气若热，手若替咱来试寒；天气若寒寒，半暝替咱加配单。你的苦心，阮嘛知影。你的假使，阮嘛有听。阮会打拼，阮会打拼，争取好名声。来，谢谢，感谢咱观众朋友哈。咱若线卡有需要放联服务的，小等落节目了后，咱共款卡咱头前的专线电话。谢谢。咱之前好啊，有真侪时段讲好做吼，番薯哪遐好食？来，我线卡甲恁服务啦嘿，谢谢啦哈。天气若热，手若替咱来试寒；天气若寒寒，半暝替咱加配单。你的苦心，阮嘛知影。你的假使，阮嘛有听。阮会打拼，阮会打拼，争取好名声。谢谢哦嘿。来，伫遮吼线卡观众朋友呢，拄则一直足侪咱观众朋友讲，哇，咱条番薯啊，哪会遐厉害？着安尼吼 ，QQQ。来，这个时间，互咱观众朋友吼线卡电话继续甲恁做服务哦吼，谢谢，感谢。